一場錯愛斷送咗一生嘅幸福。2000年，靚模伍志恒風風光光嫁咗俾永安百貨嘅太子爺郭永淳，做起咗全職闊太。8年後，瘦到只剩44斤嘅佢，帶住一身嘅傷病被掃地出門。僅8年，從容貌姣好嘅靚模變成咗火柴人。加入豪門之後嘅伍志恒究竟經歷咗乜嘢嘢？佢點解會一步步走向咗失控，甚至將身體拖冧咗？而嗰個曾經體值光鮮嘅豪門生活背後，究竟隱藏住點樣不為人知嘅代價？一場體值風光嘅豪門婚姻，點解會將佢一步步逼到崩潰嘅邊緣？第一章，命運嘅分叉後，一次選擇嘅代價。1978年，伍志恒出生喺香港嘅典型嘅醫學世家。咁樣嘅家庭意味住乜嘢？意味住穩定、體面，亦都意味住資源同埋底氣。從佢出世嘅嗰一刻起，就注定唔會為生存而發愁。佢屋企裏邊嘅獨生女，亦都係被精心呵護嘅小公主。父母對佢幾乎有求必應。據講，僅僅1個月嘅生活費就高達3萬蚊港幣。咁樣嘅條件喺嗰個時代已經足夠令到同齡人望塵莫及。但佢嘅人生並唔僅僅係被寵愛。家世優越、長相出眾、成績優異，呢啲標籤疊加埋一齊，令到佢睇起身好似偶像劇裏邊嘅大女主。更加重要嘅係，佢並冇沉溺其中，相反，佢好早就已經幫自己定低咗目標，考入牛津大學。佢為此付出努力，亦都確實有能力行上嗰條精英之路。但命運往往喺你最確定方向嘅時候，突然間轉咗個彎。16歲嗰年，一次偶然嘅機會改變咗一切。佢被廣告商睇中，邀請佢拍攝廣告。對於一個青春期嘅女仔嚟講，呢個係充滿誘惑嘅入口，被睇見、被認可、被聚光燈包圍。佢應承咗，從廣告 model 開始，佢一步步行入咗娛樂圈。憑借甜美嘅外形同埋優越嘅身材條件，佢好快獲得關注，喺圈裏邊小有名氣。嗰陣嘅佢既有背景，亦都有光環，自然成為眾多異性追逐嘅對象。但佢並冇輕易陷入感情，面對絡繹不絕嘅追求者，佢始終保持理性，唔係唔被愛，而係冇遇到嗰個令佢真正心動嘅人。直到嗰一日，喺食基督教嘅聚會裏邊，佢遇見咗郭永淳，永安集團嘅太子爺，一個同佢同樣出身優越、同樣受過良好教育嘅男人。呢次係佢先動心，郭永淳對佢一見鐘情，好快展開咗熱烈而直接嘅追求。相似嘅成長背景、共同嘅宗教信仰，令到兩個人嘅距離迅速拉近。嗰個一向理性嘅女仔終於動咗心，佢哋好快陷入咗熱戀。嗰個係一段標準嘅甜蜜期，你儂我儂，分開一日都覺得漫長。佢從來都冇經歷過咁樣嘅情緒，亦都從來都冇咁依賴過一個人。而命運再次俾出一個睇似合理，佢暗藏轉折嘅安排。冇幾耐之後，郭永淳收到咗哈佛大學嘅錄取通知書，遠赴美國深造。距離成為佢哋感情嘅第一道考驗，而佢冇選擇退後。思念太重，佢選擇跨越重洋去見佢，利用假期飛往美國，只為嗰場短暫嘅相聚。漂洋過海來看你，原本應該係愛情裏邊最動人嘅橋段，但邊個都估唔到，卻悲劇嘅開始。第二章，被忽視嘅危險信號。帶住滿心嘅期待，伍志恒踏上咗飛往美國嘅航班。一路上，佢個腦海裏邊全部都係重複嘅畫面：擁抱、笑容、久別後嘅溫泉。嗰個係一種年輕戀人特有嘅篤定，只要見到彼此，一切都會更加好。但現實，佢喺佢落地嘅嗰一刻，驟然翻轉。佢等嚟嘅唔係擁抱，而係控制。嗰個佢心愛嘅男人，露出咗完全陌生嘅一面。伍志恒係基督教嘅忠實教徒。對於男女關係方面比較保守，但佢點都估唔到郭永淳呢位翩翩公子會咁暴力。喺佢拒絕發生關係之後，就強制將佢留咗公寓裏邊囚禁咗4日，對佢拳打腳踢，甚至連食物都唔俾佢。除此之外，伍志恒又遭遇到對方嘅侵犯，食到暈倒失去意識。遠在異國他鄉，伍志恒不知所措，心愛嘅人做出如此粗暴嘅舉動，佢震驚難以接受，但因為太愛啦。佢最終選擇咗將呢件事埋喺心底。事後，郭永淳向佢懺悔，承認咗自己嘅錯誤。單純嘅伍志恒相信咗佢嘅借口，並且選擇咗原諒。
但呢件事卻俾伍志恒帶嚟咗不可磨滅嘅傷害。自此，佢開始變得唔自信，並且患上抑鬱症。隨住年齡嘅增長，伍志恒越嚟越靚，雖然有男朋友，但身邊嘅追求者仍然絡繹不絕。行喺路上邊都會俾人搭訕。伍志恒驚郭永淳會呷醋，所以從來都唔會搭理呢啲人。但郭永淳仍然表示自己缺乏安全感，於是佢決定先下手為強。喺兩個人成年之後，就將女朋友娶咗返屋企。有一日，郭永淳靜靜往屋企裏邊塞滿咗氣球，仲佈置咗好多玫瑰花。等到伍志恒返屋企嘅時候，一開門就見到呢個浪漫嘅景象。郭永淳企喺玫瑰花中間，攞出嗰枚早已經準備好嘅鑽戒，對伍志恒講：我哋結婚啦！見到呢個情呢個景，伍志恒感動不已。喺呆咗2秒之後，佢即刻就岌頭應承咗啦。當時佢兩個人都啱啱成年冇幾耐，對於自己嘅未來諗得太過美好。但伍志恒嘅爸爸卻係過來人，佢覺得呢件事唔妥，因為之前伍志恒啱啱收到咗來自牛津大學嘅錄取通知書，呢個係伍志恒夢寐以求嘅學府喎。伍爸爸喺幫人睇病嘅過程當中，經常同豪門打交道，睇過太多嘅豪門悲劇啦。伍家雖然唔係大富大貴之家，但係都唔缺錢。佢唔願意自己個女放棄事業同埋學業，將所有嘅幸福都壓喺男人嘅身上。更何況牛津嘅錄取通知書已經嚟咗，返完學提高咗自己嘅學識，再考慮婚姻，咁唔係更加好咩？伍爸爸揾伍志恒傾過好多次，但佢表示心意已決，學識可以慢慢增長，但愛人可遇不可求。眼睇住個女冇辦法勸返嚟，伍爸爸同伍媽媽只能夠支持個女嘅決定啦。2000年，24歲嘅永安太子郭永淳迎娶咗22歲嘅伍志恒。婚禮上邊，兩個人狂撒狗糧。喺切蛋糕嘅時候，郭永淳堅持要企喺伍志恒嘅左邊。佢表示心臟喺左邊，企喺佢嘅左手邊就能夠成為佢嘅依靠。伍志恒感動落淚，而佢唔知道嘅係呢段佢期盼已久嘅婚姻會成為埋葬佢嘅墳墓。第3章，被完美妻子吞噬嘅人生。婚後，伍志恒嘅人生軌道幾乎喺一夜之間被徹底改寫。佢放棄咗原本唾手可得嘅學業同埋未來，離開咗原本可以通往精英階層嘅嗰條路，轉而將全部嘅精力投入到一個全新嘅身份——郭太太。喺外人眼裏邊，呢個係一場向上躍遷嘅婚姻，從優越之家邁入更顯赫嘅豪門。但呢層光鮮之下，佢嘅悄然將自己嘅人生重心從成為自己變成咗取悅他人。佢開始以丈夫嘅喜好為標準，重新定義自己嘅一切，食乜嘢、着乜嘢、講乜嘢，甚至點樣存在，都喺無形中被調整、被修正。呢種改變並唔係一瞬間發生嘅，而喺日復一日嘅相處裏邊一啲啲滲透。而真正令佢失衡嘅係嗰種無形卻巨大嘅身份落差。佢清楚咁知道丈夫出身顯赫，資源同埋地位遠喺自己之上，於是佢開始變得小心翼翼，揣測、迎合、克制。佢努力將自己打磨成一個冇缺點嘅人，似乎只要做到足夠完美，就能夠穩穩守住呢段婚姻。但問題在於，完美從來都冇標準。有一次，郭永淳只係隨口講咗一句：你最近好似肥咗。呢句輕描淡寫嘅話，佢好似一把刀咁，精準咁插入咗佢最脆弱嘅地方。佢瞬間警覺，似乎聽到嘅唔係一句評價，而係一種失去嘅預警。於是佢開始瘋狂咁減肥節食，吞服大量嘅減肥藥，甚至不惜透支身體。事實上，喺婚前做 model 時期，佢就已經通過極端控制飲食嚟維持身材。但嗰陣係職業需求，而而家係恐懼驅動。佢開始相信，一旦變肥就等於失去愛。焦慮越深，控制越狠。短時間內，佢嘅體重迅速下降。但呢種成功好快變成咗失控。最瘦嘅時候，佢嘅體重僅剩22公斤，嗰個已經唔係苗條，而係接近崩潰嘅邊緣。身體開始發出警報。2002年，佢被確診患上一種極為之罕見嘅疾病——上腸系動脈症候群。長期極端節食令佢嘅消化系統嚴重受損，連最基本嘅進食都變得困難。佢被送咗入醫院，試圖通過手術挽回身體機能，而命運再次俾咗佢致命嘅一擊。一次原本應該治療嘅手術，佢出現咗嚴重嘅失誤。術後，佢嘅胃部幾乎喪失咗正常蠕動功能，不得不進行進一步嘅切除，連同大部分消化系統被移除咗。更加慘嘅係，
手術後遺症引發咗腸道黏連同埋反覆嘅阻塞，佢再都冇辦法正常進食。自此之後，佢只能夠依靠營養針維持生命，體重繼續下墜。而曾經佢引以為傲嘅外貌，亦都喺病痛嘅侵蝕之下迅速崩塌。嗰個企鏡頭前光彩奪目嘅女仔消失咗，取而代之嘅係一個被病痛反覆折磨嘅軀殼。即使係身為名醫嘅爸爸，亦都喺個女嘅身體面前第一次顯得無能為力。醫療成為咗長無盡頭嘅消耗戰，而費用就好似無底洞一樣吞噬住呢個家庭。伍家原本經濟條件優越，但為咗幫個女醫病，爸爸不得不減少工作嘅時間，家中嘅積蓄瞬間見底，仍然難以支撐。從不為生存發愁嘅家庭，到被醫療費用壓到喘唔過氣嚟，呢種落差幾乎喺短短幾年之內完成。而喺呢場漫長嘅墜落裏邊，嗰個曾經信誓旦旦要企喺佢左邊，成為依靠嘅男人，亦都逐漸顯露出變化。起初郭永淳確實陪伴在側，四處求醫，睇身盡責而體面。但時間係最鋒利嘅試金石，當疾病變成日常，當希望一再落空，當陪伴從選擇變成負擔，感情開始出現咗裂痕。俗話講，久病床前無孝子，更何況冇血緣關係嘅夫妻。冇幾耐之後，郭永淳就對太太失去咗信心同埋耐心。喺2006年年底，佢以需要休息同埋專心事業為由，向伍志恒提出咗分居。為咗得伍志恒接受，佢表示自己只係暫時搬走，休息夠咗就會返屋企同佢重聚。其實從提出分居嘅時候開始，郭永淳就打定主意要離婚啦，只等分居到2年提交申請。但天真嘅伍志恒竟然相信咗佢。題外話，或者係自細俾父母保護得太好，伍志恒真係一個比較單純嘅女仔。從佢喺社交平台發文話買嘢被呃就可以睇得出嚟。話又講返轉頭，喺同伍志恒分居嘅2年裏邊，郭永淳其實都並冇閒落嚟。2007年，呢位太子爺通過男歌手側田嘅介紹，識咗女歌手楊愛瑾。喺同郭永淳結識之後，兩個人迅速墜入愛河，拍起咗拖。而嗰邊嘅伍志恒，佢仍然相信老公休息夠咗就會返嚟。直到2008年年底，郭永淳以分居滿2年為理由，向法庭申請離婚。伍志恒先發現呢件事嘅走向，似乎同自己嘅預期唔同。2009年3月，法庭頒令郭永淳同伍志恒正式離婚。重病嘅時候，俾豪門掃地出門，令到伍志恒十分之崩潰。佢患上咗嚴重嘅抑鬱症。為咗表達不滿，2011年佢多次社交平台發文，控訴狐狸精楊愛瑾插足自己嘅婚姻，控訴丈夫喺自己重病嘅時候離開自己。除此之外，佢仲控訴丈夫唔願意供應佢衣食住行嘅費用。無奈之下，為咗討要生活費，亦都為咗有活落去嘅機會，伍志恒一紙訴狀將郭永淳告上咗法庭。法庭咁樣調查就調查出嚟咗問題啦。原來郭永淳係個偽豪門。郭永淳表示自己並非有錢仔，佢解釋話因為婚後一直喺度陪伴伍志恒睇病，未能夠建立事業，分居之後先重新開始進入職場。2008年自己嘅月薪只有1.5萬港元，伍志恒索要4.2萬每個月嘅贍養費，太過離譜。伍志恒信咗，不過聯想到郭永淳係永安嘅太子爺，未來仲有好多財產可以繼承。伍志恒一方又提出咗呢個疑問，想要郭永淳嘅爸爸公開財產。郭永淳攤咗下手，表示自己嘅爸爸亦都唔係有錢仔。雖然同伍志恒結咗婚之後，兩個人過住富有嘅生活，但生活費用大多數都嚟自父母嘅支持。郭永淳表示，雖然自己嚟自一個有名望嘅家庭，但齋有名望冇錢。自己嘅爸爸郭志權只係永安百貨非執行董事之一，而家已經退咗休，冇控制永安百貨嘅控股權同埋決策權。手上僅持有0.05%嘅公司股份，到08年僅約值338萬元，所以自己並唔係所謂嘅永安太子爺。呢個豪門突然間大縮水咗，伍志恒一方竟然冇辦法反駁。後來法院調查到郭永淳已經喺2011年嘅時候加薪到每個月4萬元，所以下令等郭永淳按月支付2.1萬元嘅贍養費俾伍志恒，但伍志恒仍然堅持討要4.2萬，於是再次提起咗上訴。來來回回雞飛蛋打咁去咗幾趟法院，伍志恒終於為自己爭取到42,500蚊每個月嘅贍養費，以及一次性支付嘅150萬贍養費。不過根據後來伍志恒自己社交平台嘅表述，贍養費係每個月3萬蚊，
或者呢個中間又係經過咗某啲妥協，亦都未可知。至此呢場婚姻從愛情開始以算計收場。第5章，塵埃落定之後，當法律糾紛逐漸塵埃落定，呢段糾纏多年嘅關係亦都被推向一個體節體面嘅終點。2014年年底，郭永淳發佈聲明，強調楊愛瑾並非第三者，話兩個人喺分開之後先相識相戀。呢份聲明既係澄清，亦都係切割。過往被重新定義，時間線被重新排列，嗰段充滿爭議嘅關係被包裝成一個合理嘅開始。隨後一切順理成章，佢走向新嘅生活。而另外一邊嘅伍志恒早就已經無力再糾纏。2015年，佢對外表示只係想出國醫病，但現實依然冷酷，醫藥費成為佢邁唔過去嘅門檻。1年後，出現咗一個出人意料嘅轉折。2016年，佢公開祝福前夫再婚，並多次強調自己嘅疾病同丈夫並無關，而係源自於近20次嘅手術後遺症。呢份澄清睇似釋然，卻更加似一種疲憊，似係一個人喺反覆嘅解釋裏邊，逐漸放棄被理解嘅期待。亦都喺嗰段時間，佢開始變賣奢侈品，曾經象徵豪門生活嘅包包同埋飾品，被一件件換成咗維持生命嘅費用。從錦衣玉食到以物續命，呢種落差本身就係最硬嘅對照。而另外一邊真係完全唔同嘅人生。2016年，郭永淳同楊愛瑾結婚，隨後婚後生咗一個仔一個女，生活安穩而完整。同一條時間軸上邊，兩種命運分道而行。回望翻嗰段8年嘅婚姻，佢曾經被賦予愛情同歸宿嘅意義，最終卻只留低病痛同埋漫長嘅代價。如果一定要追問原因，你肥咗或者只係導火索，更加深層嘅係一種選擇。佢曾經擁有學業、事業同埋自我，佢選擇放棄，將全部嘅人生寄託喺一個人嘅身上。當生活只剩低取悅，當價值完全依附關係，失控其實只係遲早嘅問題。呢個唔單止係佢一個人嘅故事，嗰啲喺婚後徹底退回家庭、放棄自我路徑嘅人，一旦關係崩塌，往往亦都隨之失去支點。而喺所有失去裏邊，最沉重嘅從來都唔係婚姻，而係父母。呢幾年一直陪喺佢身邊嘅係佢年邁嘅爸爸，嗰個曾經意氣風發嘅醫生，如今已經白髮蒼蒼，佢依然為個女撐住一片唔大嘅天地。2021年再次被影到嘅時候，佢個狀態有所好轉，可以獨立行走，唔再極度消瘦。但佢緊緊抱住爸爸嘅嗰一刻，仍然令到人一眼睇得明，佢最後能夠捉住嘅只剩呢一對手。自此再談對錯，似乎已經冇意義啦。愛情可以爭辯，責任可以拆解，但有啲代價係不可逆嘅，比如時間，比如身體，比如被消耗嘅人生方向，更加比如對父母嘅虧欠。當個人耗盡一切先返到原點嘅時候，先至會明白，原來真正無條件企喺身後嘅，從來都唔係愛情。對於伍志恒同郭永淳，你點睇呢？伍志恒落到如今嘅地步，究竟係邊個嘅過錯？歡迎留言俾姐姐講下你嘅諗法。